大家好，下週展望咁11月份咧，港股其實咧就係恆生指數咧只係跌47點，國企指數跌38點，但科技指數就急挫309點。11月份咧主要都係跟美國早段呢個11月3號到13號咧，港股係升成1000點嘅，升到去27000點嘅。都係呢啲 AI 股，英偉達Alphabet Apple 呢一類股份上升。但係由17號開始咧，就市場開始擔心咧，呢啲 AI 股份係咪泡沫嚟嘅咧？喺呢啲股份喺美股個市場咧大幅下跌，亦都拖累咗港股由27000點一路跌到去25000幾點嘅。尤其是第3個星期17至到21號係跌1352點。最嬲尾呢個禮拜咧就係波幅唔係太第一日咧係急升嘅。就變咗咧，呢個恆生指數係結果咧係冇乜嘢點樣跌咁樣但係科技股就跌幅好大科技股咧就呢個月嚟講咧係跌咗309點嘅。下週咧就係進入12月咧，其實咧就係美國最緊要咧就睇嗰個。美國聯儲局開會唔會減息？本來就冇乜機會減息，但係咧又到而家應該就會減息，因為 Donald Trump 堅持要減息㗎嘛。美股仍然係好唔明朗，因為英偉達俾人哋狂沽但係咧 Alphabet 又升翻上嚟，我諗就嗰啲 AI 嘅嗰個恐慌咧。係應該就係過分咗，即係投資者咧應該就會睇清楚咧，其實嗰個人工智能嗰啲芯片股咧係冇泡沫嘅，個泡沫咧而係喺嗰個即係數據中心 data center 同埋軟件嗰度。OpenAI 使咁多錢係唔係可以賺得翻咧？呢個係一個最大嘅問題。但係好似芯片公司好似英偉達咧，佢係賺咁多錢，佢個單咧接到2027年，應該呢2年唔會有咩大問題。到2026年即係慢慢會睇到咧，嗰啲 data center 嗰啲 AI 市場係咪存在？如果唔存在嘅話咧，或者係市場係比預期細好多咧，嗰啲服務公司嗰啲數據中心股咧就會跌，所以下個禮拜咧港股都係唔會太明朗。有一樣嘢值得關注嘅就係內房股急挫。有深圳政府支持嘅萬科咧，佢個證券雙殺，即係話咧嗰個債券利息又飆高，同埋價格咧就大跌，呢叫雙殺。佢再想續翻啲債都續唔到，呢個就令到佢股價咧係曾經急挫過8% 咁滯。因為呢個內房股嘅不明朗因素，因為嗰個內地嘅樓市仍然係仲未有承接力咧，亦都拖累咗市場對內銀股嘅擔心。因為咧內房佔內銀嗰個貸款咧係2成咁多嘅，所以下個禮拜嚟睇咧，港股多數都係會下跌嘅，投資者應該做返準備㗎啦。